这群来自钟楼里65岁以上长辈，有家庭主妇，也有退休的公务人员和老师、校长，算是社经地位平均、教育水准较高的区域。所以中嘉宽屏双子星团队在分享媒体识读过程，大家都很认真，特别听到如何分辨假消息的8步和查证的软体，都纷纷拿起手机来记录。相对的，有奖征答互动也相当热烈。注意，就是有些耸动的标题要吸引你的注意，这样你才可以点进来看。分辨哪一种是真正的讯息，哪个是假讯息。而且我们社区的居民里头，大部分都是老一辈的，他已经跟一般的话语生活上已经有一点距离了。所以说，可能他们有时候现在听听可以了，但是没有还深入到他的脑筋里面。他看的时候，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分辨，不会真正的分辨出来。我总觉得说，叫我们去听看听，媒体的自制力也很重要。常常是他们看图说故事，然后来误导我们看图说故事，所以媒体很重要。就这个课让我知道要怎么去辨别，让我知道要怎么去 stop 那个停止那个假的信息，帮助非常的大。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针对各世代网络真实性查证的统计，65岁上民众完全不会查证人数占60%是最高，所以这种媒体素养的教育，正是长辈较少接触也是所需。乐龄教育也不是大家印象当中唱歌跳舞等兴趣娱乐，防止诈骗、安全用药等生活的安全更是重要。毕竟活到老学到老。里民跟我们的民众，他们时常都参加这一些讲座，只是讲座的内容不一样所以说他们都蛮配合的，而且蛮新鲜感的，他们都比较会好奇所以说他们参加过的这个演讲讲座是蛮多的，所以说他们也是希望从这些讲座里面获得一些他们的一些有的知识，就对，尤其像这种有线电视的讲座，他们是从来没有遇过，对，所以说他们会觉得比较新鲜。就因为现阶段长辈较难做到分析和批判，能够做到收到讯息不立刻分享转传已经很不容易，所以中嘉宽屏将持续和社区和医院卫教团体合作，透过课程一起来对抗假消息。记者郭恩吉、刘品言台南报道。